最緊要佢嘅性價比係去到一個恐怖嘅級別啊！只係100蚊頭就可以買得到啦。同一粒2A 筆芯電咧係差唔多噶，500流明咧要出入啲村屋啊，袋住行山咧攞嚟做後備電筒亦都可以喎。IP66防水係數 ，USB-C 充電，一路充一路用。你支嘢奀挑鬼命咁樣，有冇啲大支嘢啲啊？有啦，1900流明，問你死未 ？IP68防水，落住雨咧都冇問題嘅。咁如果你要勁嘅，就呢支加強版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飛機店長，今年19歲半。哎呀，行年27都仲係一事無成。試寫5日都係19歲。今次同大家介紹咧就係我手頭上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飛機店長。今次同大家介紹咧就係我手頭上面呢支迷你 EDC 電筒，只係一粒2A 筆芯電咁嘅 size 啫，但係咧輸出咧可以去到500流明。上次飛機店長介紹嗰支叫最強 EDC 咧，好多朋友仔咧都覺得好好用，但係咧有少部分朋友仔問：喂，店長有冇啲再輕便啲、再細支啲㗎？今次呢支咧只係重咧19 gram 啊，19 gram 有幾重啊？就係仲輕過一包紙巾咯。size 方面咧，基本上同一粒2A 筆芯電咧係差唔多㗎。咁你扣喺個鎖匙扣度咧，擺喺袋咧多角嘅，擺喺車度隨時咧後備用啊，袋住行山咧攞嚟做後備電筒亦都可以喎。最高嘅光度咧係可以去到500流明。大家如果見到最遠咧嗰啲銀色牌咧，大概距離咧我諗10至15米左緊啦，都可以照得一清二楚噶啦。嗱，大家可以望下呢度現場環境。再遠啲啦，嗰個垃圾位咧大概都係10零米到啦。嗱，咁但係咧再遠啲咧，可能去到20零米咧。而家直望嗰啲樹咧，就未必望得清楚啦。要出入啲村屋啊，啲黑啲嘅環境啊，好似飛店長咁以前做維修啊，甚至乎咧去行山嘅時候咧，攞嚟做後備，有時遲咗落山咧都有個照明啊嘛。500流明冇料到，你攞翻個同樣重量、同樣嘅 size 嚟比咧，你就覺得咧真係物有所值㗎。仲要係100蚊頭就有交易㗎啦。咁你買支擺車、擺袋、擺屋企咧，買幾支咧都唔肉赤啊嘛。佢賣你100蚊頭咧，都用到一個鋁金屬嘅 CNC 外殼咧，真係前所未見，性價比咁高嘅。佢仲攞埋咧上年呢個ISPO Design Award 啦，所以證明嘅設計咧真係100分嘅。最重要咧就係呢度啦，呢個 USB-C 充電，咁你用個尿袋都得嘅。而家一路紅色咧，你見即係充住電啦，一路充電咧，一路着燈咧，亦都可以嘅。防水係數咧係 IP66，淋水啊、雨水、汗水啊，絕對冇問題噶啦。咁但係咧就唔可以浸落水嗰度啦。店長，你支嘢奀挑鬼命咁樣，有冇啲大支嘢啲啊？有啦，就喺呢度，迷你 EDC 加強版1900流明，問你死未？問你死未？如果出動呢支加強版咧，你見咁遠嘅地方咧，哇係閃電喎！咁遠嘅地方咧都冇問題啦。喂，店長落住雨怕唔怕？一支 IP66，一支咧 IP68防水，落住雨咧都冇問題嘅。咁如果你要勁嘅，就呢支加強版咯。如果要近地玩嘅，就呢支細型 EDC 咯。原子筆咁嘅 size，連電池138 gram， 仲輕過部電話啊！原裝收納袋攞出嚟非常方便啊！仲有呢個可拆式夾仔，跟一粒18650電池 ，USB-C 充電，一路充一路用都冇問題。IP68防水，成支浸落水咧都冇問題。頂頭呢啲狗牙設計咧就係攞嚟喺車入邊做緊急破窗器嘅。希望大家用咗呢個迷你 EDC 又好，或者用咗呢支 EDC 加強版都好，又方便又夠照啦。希望大家中意飛機店長呢個推介啦。喂，咪住，記得 download 我哋手機嘅視頻，加入我哋 WhatsApp group 入邊有晒我哋最新優惠同最新推介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